下晡停限和罢限的游行，同齐伫高雄举办，双方拢讲有几若10万人参加。苏花改确定伫咧明年将会西北通车，客运业者嘛杀半价优待票要来抢人客。英国国会通过法案，确定明年10月31脱欧，过渡期到明年的12月底袂阁延长。观众朋友你好，今仔日是12月21，欢迎收看公司第一台 AM 新闻，我是李婷。节目一开始，咱先来关心韩国瑜阵营规划大游行，下晡伫咧高雄进行，1点11分就准时出发。主办单位嘛宣布讲，人数已经突破30万人。原底韩国瑜嘛讲要行专程，后来讲考虑到维安的问题，决定先到终点等。上台致辞的时，佮强调讲，伊若做总统，就会成立特征组，甲外国的官员发办。下晡1点11分，支持韩国瑜大游行队伍准时出发，由国民党副总统候选人张善政、甲全国竞选总部主委朱立伦带头。参加的民众拢穿蓝色、白色、甲红色的国旗设置的服装，现场国旗嘛真多，场面真壮观。支持的群众一直喊口号，主办单位宣称参加的人数有35万。原本要为头行到尾，韩国瑜因为国安考量，临时决定直接伫上尾仔站等大家。韩国瑜伫台顶带头唱歌，伊致辞的时阵强调，是一个相信生命的人，人伫做，天伫看，保证伊若当选总统，无表示台湾安全，人民有钱。伊第一个要务是成立特征组。民国万岁！中华民国万岁！延续去年底选高雄市长的气势，韩国瑜搁办游行，要冲关伊的支持度。对伊的竞选副总干事周时伟烦恼，这届大选恐惊发生2粒庆忌的202版，韩国瑜讲伊拢袂烦恼。每一次到了选举各种谣言、各种猜测、各种情资都是满天飞。我对台湾警察以及所有相关的治安维护人员，我有信心。我觉得他们都已经很成熟。我对台湾的民主政治也很有信心。因为支持韩国瑜甲罢免韩国瑜的游行，同一天伫高雄进行。为了避免双方有冲突，警方出动3000名维安人员，警政署长陈家庆也亲身到南部坐镇。总共部署了3000多名的警力，针对有可能发生治安事故的处所，我们都有加强戒备。为高铁捷运站到游行路线顶地点，警方加强戒备，无法度放轻松，要一直等到2个游行的人潮拢完全煞去。记者综合报道。另外一边，伫咧南高雄的文化中心，民间团体和基进党是同齐发起罢免韩国瑜的大游行。主办单位原本是按算10万人参加，不过因为人伤济，游行的队伍前点半前才全部出发。主办单位尾后嘛宣布人数超过50万人。群众看到韩国瑜落台，陆续对高雄文化中心出发。民间团体甲基进党共同发起罢免韩国瑜大游行，因为参加的人超乎预期。队伍1点50分出发，用了超过1点半钟才全部离开。他所开的都没有实现啦，小飞讲的然后才选得多久就要跑去选总统了。在宣导他真的做得很差，对，所以要强调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出发进前有人家己制作道具，也有人收集摕主办单位发的文宣用品来表达对韩国瑜做市长以来不满。那高雄市民更加有人专工对澳洲赶登来参加，香港民众也组成一个大队来声援。我是一定要回来投票的，我朋友大家都要回来投，罢韩罢韩。我觉得香港的经验可以跟台湾的朋友说，香港每一天都有游行，不同的催泪瓦斯。如果台湾的朋友选的韩国瑜，就是战胜香港的问题了。叫到210公尺长的票据，全部队伍行到终点已经晚5点啊！主办单位宣布参加人数超过50万人，也呼吁民众继续支持后续的罢免行动。罢免的流程从今年年底到明年年初才开始，明年1月我们先赢回台湾，好不好？明年春暖花开之时，我们赢回高雄。游行中也甲代表30万份连输出的箱仔搬上车。主办单位讲，12月26日就甲其中3万份交到中央选举委员会，正式发动罢免韩国瑜停书。记者综合报道。
大选剩无一个月，民进党的总统候选人蔡英文落南去新竹，替立委的候选人郑鸿辉徛台。因为下晡罢韩和停韩的游行拢办伫高雄，蔡英文就呼吁讲，游行的民众就要保持理性，让游行会当和平顺利结束。选战即日最后一个月，除了总统选战，立委选战也非常的激烈。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蔡英文拜六下昼特别落南到新竹市，替共党立委候选人郑鸿辉辅选徛台邮票。我们国会要继续过半，大家说好不好？好。国会过半，最关键的就在这里啦！只要郑鸿辉过关，我们国会就过半，大家说好不好？因为国民党副总统候选人张善政20号伫电视政见发表会上批评，民进党的2005飞核家园是无财害命，而且后面之前也发布备忘录，应该将核能带入国家能源结构，根本直接批评蔡英文能源政策。张灿正先生担任行政院长时期这个空污或者是燃煤的情况都是最严重的，在一个执政成绩不理想的这个候选人，你们现在还来批评我们民进党副总统候选人赖清德一透早也陪同台北市大安区民进党立委候选人郑佩芬扫街拜票，因为拜六下昼罢韩甲停韩游行拢伫高雄举行，赖清德呼吁双方爱理性和平，才会当再次侵犯台湾民主。总统大选竞争非常激烈，然后呢，每一个民众都有他支持的人选，但是呢，大家仍然能够非常理性来进行活动的话，我相信会赢得国际对我们的肯定。赖清德强调，只有民进党伫立法院过半，蔡英文总统政见才会当成为政策，恳请选民支持民进党甲所有提名的立委候选人。因为离2020总统大选甲立委选举投开票日无到一个月，各政党候选人拢把下选前最后几个拜六拜日积极抢票。记者综合报道。继续关心政治的消息。亲民党总统候选人宋楚瑜伫今仔日接受专访，批评前总统马英九做无好。另外，针对国民党副总统候选人张善政伫昨昏的政见会，批评政府和施瓦蒂尼签自由贸易协定，对贸易的帮助无大。宋楚瑜嘛强调讲，要疼惜咱的友邦。台北市长郭文铁阁批评高雄负债议题，讲以前和高雄负债的人拢走来中央，所以高雄的地方现象现处是已经拖到全国。亲民党总统候选人宋楚瑜21号接受网络节目专访，各种炮火对准国民党，批评前总统马英九做得不好。2008年我选嘛，我没有选啊，我还支持马英九。不过这位先生我实在是摇头，做得那么烂了。除了批评马英九，宋楚瑜公告国民党副总统候选人张善政伫政见会上批评政府甲施瓦蒂尼签署自由贸易协定，对贸易帮助真小，也强调爱疼惜友邦。我们对于这些友邦难得的还有一些好朋友们，我们不需要在我们的选举里面把他们变成对象这是一个基本的一个尊重和珍惜难得应该疼惜。因为外口红下民众党甲亲民党抢公正党票，宋楚瑜甲台北市长郭文哲互相亲像有怨言。宋楚瑜讲，共党目标是小党扩大，同款想要抢攻国会释出的民众党主席，也是台北市长的郭文哲再度开放高雄负债议题，批评以前和高雄负债人拢走去中央。你们以前在高雄亏成这个样子，现在跑到中央去，每一个都当大官。这个开什么玩笑？这个变成以前是一个地方高雄地方的现象，这变成蔓延全国。因为夫人陈佩琪伫面册批评民进党甲总统蔡英文为了连任甲拥压政权，早就对郭文哲启动歼灭计划。郭文哲出面讲话，别将每一个人拢当作好人来看。至于陈佩琪质疑蔡英文放任国家互派系食了，郭文哲就讲这是真侪人的看法。同款是第三世代的郭文哲宋楚瑜，那是批拿拍力，互相之间的竞合关系，更较爱微妙维持，彼伫拿力之间寻求生存的空间。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美国总统川普昨签2020年会计年度各项授权法案。法案纳入加强台美网络安全合作，美国军舰爱上台性的揽过咱的台湾海峡等等的内容，佮着关心中国敢会影响台湾的选举。总统府嘛发出声明，表示真感谢美国。
各方授权法案条文案算编7380亿美金的军事费用，伫Trump签字了后，美国嘛会成立太空部队。另外条文嘛头摆纳入要加强台美的网络安全合作，佮有关心中国影响到台湾选举情形的语句。总统府嘛表示讲，真感谢总统 Trump 和美国的国会对咱台湾国防安全的重视和支持。台湾除了会拍拼整备咱的国防，嘛会提升自我防卫能力。英国首相 Johnson 带领保守党伫咧12月12提前的大选大赢了后，国会投票佮得到胜利。伊所提出的脱欧法案以358票对234票，伫咧下议院顺利过关。英国嘛确定伫咧明年的正月31日正式脱离欧盟，过渡期是咧到明年的12月底，袂佮延长。The ayes to the right were 358. The noes to the left were 234. So the ayes have it. The ayes have it. 通过脱离欧盟法案内容，甲10个时阵，共审甲欧盟协商的结论中间，上大无共包括禁止延长过渡期。The bill ensures that the implementation period must end on the 31st of December next year with no possibility of an extension. And it paves the way for a new agreement on our future relationship with our European neighbours. 上大在野党的工党虽然输掉顶礼拜大选，不过党魁柯尼宾议员大声来呼吁，要求国会同僚反对共审的提案。We warned before the general election the Prime Minister's Brexit deal was a terrible deal for our country, and we still believe it's a terrible deal today. It's paralysed our political system, divided communities and nations, and become a national embarrassment on an unprecedented scale. 伫表决的时阵，尽管有9名保守党议员请假无来，不过工党无来参加的人更加多，有32个人，甚至有6名工党议员投下赞成票。部分英国媒体讲，这是12号大选惨败了后，又搁一摆公开予柯尼宾歹看。尽管已经大势确定，不过共生领导的保守党政府也面对真侪挑战，亲像要伫过渡期内，甲欧盟谈出双方拢会接受的贸易协定。另外，伫这段期间，共生也在8月的7大工业国高峰会，最后一摆以欧盟会员国元首身份，甲法国、德国这欧盟大国，邀欧盟的高层面对面。共生要安怎来化解双方的猜疑不满？中间英国甲欧洲国家的友好，拢不是简单的代志。记者综合报道。公路总局宣布，苏花改伫咧明年的正月初6全线通车。客运业者嘛公布台北到花莲的票价，对邦桥也是南港坐客运到花莲，票价会比台铁的自强号俗100块，而且通车的初期阁有半价优待。苏花公路改善工程1月6号全线通车，未来苏澳到花莲行车时间估计对2点钟，缩短为75分钟。客运业者也宣布台北花莲的客运票价。南港到花莲定价32，比台铁自强号俗100块；邦桥到花莲票价352块，也比台铁工区段的票价俗100外块。客运业者会在通车初期内推出半价优惠。南港到花莲票价无到200块。坐客运蛮舒服的，因为可以看风景。也还好，那到花莲我还不如就直接坐太鲁阁。以南港到花莲为例，客运行车时间大约是3点钟20分钟，也是输台铁新自强号1个2点外钟。不过过年的尖峰时间，也有深夜的离峰时段发车，会补足台铁不足的运能。台北花莲客运头一摆来投入这个过年的疏运，公路总局也拟定应应措施，会搭配好几条控制措施，避免塞车。南下部分其实我们这样看起来还是在4号端、南澳端那车流量会比较有回堵的状况，所以整个我们在这边的耗资啦、警力啦而且交委原则上会以这边为主。公路总局有估，今年过年苏花改第一波的南下车流会出现在过年前一天下晡，初一将是年节上尖峰的时段。估计行完苏花改可能要用4点钟的时间，比平常时要加用2点6倍。呼吁用路人应及早规划过年的行程，离峰来坐客运，尖峰时段坐火车，避免塞车。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地方的消息，嘉义太保一间饲鹅场的业者发现饲的鹅无正常死亡，经过送验确定感染 H5 型的高病原禽流感，昨已经把场内1000多只的鹅拢总杀杀。防疫人员全副武装来进行消毒的工作，将被杀杀的白鹅装入地下内底。
嘉义县太保一间金鹅养禽场，因为业者最近发现鹅只不明原因来死亡，经过防疫单位的采样，确定是感染到高病原性的禽流感。该场说有鹅只异常死亡的状况，那当天我们就派员去现场移动管制，然后采样送验。在19号呢，我们接获家卫所的报告，确诊为高病原性禽流感。嘉义县加速疾病防治所为着避免疫情变了更较严重，20号就派人到现场处理这鹅只，总共杀杀1862只金鹅。家抽所强调，因为天气变寒，业者注意环境的温度甲通风，而且做好场内防照施设的安全工作，防范疫情的发生。警站我就拢有咧防疫个生物安全啦吼，场内消毒啦吼。那在你有诶这布防诶迄个帆布诶加挂吼，阮警站阮就拢准备好势咯。发生疫情的这个所在，3公里内都有36间养禽场。家抽所表示，目前还未出现相关的疫情，应对这36间的养禽场进行检控甲消毒，无爱互疫情有更较扩大的机会。记者林伟霆嘉义报道。劳动部公布上新的统计，最近10年台湾劳动参与率是呈现亚悬的趋势，主要是女性的劳参率提升，全带动整体。不过，和其他先进国家比起来，也是输一截。美国百货公司周年庆，女性销售员拍拼创业绩，也成了业者上重要第一线工作人员。女性参与工作，渐渐成为职场的重要角色，甚至女性领导者哪来哪侪，显示国内女性劳参率提升。社会团体认为，女性在职场的地位哪来哪受重视。教育的一个程度的一个提升，其实我相信女生的能力是非常非常的好的。那今天一旦教育的程度提升之后，她们可以在各行各业，甚至以前是觉得这是不适合女生参加的一个行业当中，都可以发光发热。根据劳动部统计，2018年的台湾女性劳参率，25至29岁达到91.8%上悬，30至34岁下降到85.6%，50至54岁下降到61%，平均劳参率是51.1%。虽然比10年前提升，不过也是比不过主要的先进国家。根据主计总处资料，2019年平均女性劳参率是51.27%，不过还未结婚的女性会当达到63.68%。若讲有配偶，也是同居者，就落到49.08%。学者分析，这甲传统分工女性结婚生囝了后，照顾家庭的责任，也是落伫女性有关系。虽然政府有这个准公托啦，或者是强化一些什么保姆育儿津贴啊等等，有很多的妇女，纵使政府有这样的补助，她可能为了让这个小孩子得到比较好的照顾，她还是得离开职场。那在托老那一方面，那坦白讲，那更是不用讲了，要解决这个问题，要在政府在托儿跟托老这方面，他还是要在既有的基础上去加强他的一个力道。学者分析，普遍晚婚的影响之下，造成30至34岁、50至54岁区间劳参率下降上明显。女性除了爱担起带囡仔责任，也爱面临照顾长辈影响工作。目前的托儿甲托老政策整体性配套也是不足。真歹互女性无顾虑，建议应该整体检讨。记者综合报道。食食和油污的情绪可能有牵连。澳洲上新的研究就讲，若加食菜色、果子、鱼啊、橄榄油这寡有加 Omega-3 和色氨酸的食物，等到会使改善失眠，嘛会使减少少年人油污的镜头。加食青菜水果加坚果类，唔来使增加纤维，帮助排便、新陈代谢。国外最新研究也发现，这食物对着改善失眠、焦虑，甚至减少少年人忧郁的情绪，也是有帮助的。你在食物当中补充一定量的这个色氨酸，色氨酸是我们大脑制造血清素的一个原料。那血清素被公认是一个快乐跟幸福的一种神经传导物质，所以我们食物中如果有补充充分的这个色氨酸的饮食，那对于这个改善情绪是会有帮助的。澳洲麦吉利大学最新研究，测来17到35岁中度到重度忧郁症患者，同时因也是爱食油脂的加甜的物件，这不良饮食习惯的人，并且随机给分做2组。上规饮食组维持食真侪糖加加工食品，而饮食改变这组像看营养影片，饮食上改做食青菜水果、坚果、鱼、橄榄油这食物。3礼拜了后，接受饮食改变的人，忧郁症减轻，分数也明显改善。
减少精制糖。那像糕饼类这一类的，那是在我们吃饱饭之后的犒赏我们享用一点点就好，不要变成正餐在使用。医师强调，青春期甲成年早期是有一种风险相关的时期，也是建立健康饮食重要阶段。所以建议民众三顿饮食，加食含有欧米伽3的花卉、三文鱼加深海鱼，也是含色氨酸的鸡卵、坚果、肉类加深色的青菜，并且保持规律运动，才有法度维持身心拢健康。记者综合报道。芒种文化馆举办看见西藏的展览，展现流亡的西藏人和整理的手工艺。达赖喇嘛西藏宗教基金会就讲，即马中国政权伫咧西藏大垃圾汉化的教育，烦恼西藏的传统文化会道道消失。西藏游牧民族知影，伫拉萨教育每每模样，透过每一尊红仔的形纹，展现出西藏人明显特别的民俗风情。这红仔是由流亡到南印度吉邦市洛斯林佛学院的西藏出家人所制作的，互藏传佛教团体来收买收藏，如何在芒种文化馆展出。里面还有佛龛，他们即便就是在外地牧羊，他们生活简陋，但是他们崇尚佛法的心态是一直都在的。宗教信仰是西藏人重要寄托，就算定定爱牵线，也会伫个布棚还是外口放着铜卡，意思就是用扎着的卷起来莲啊布画，互西藏人进行礼佛敬拜。虽然特点强调是实景展现西藏传统文化，也毋过达赖喇嘛西藏宗教基金会董事长达瓦在林指出，红仔是毋是真成无重要。重要是流亡的西藏人透过家己的双手，复刻制作出脑海中摩托登记的故乡种种情景。流亡的状态下，为了回味对自己祖国或者自己民族的思念，以及让自己的子孙知道。所以说，它的街景大概应该是不是某一个街景特别的控制，而是把自己的记忆里面的街景把它复制过来。而纵观2019年西藏的人权状况，伊个是安怎？答我在认讲，中国政权原是一直推行汉语教育这民族压迫。现在西藏的宗教面临非常强的这样一个危机，它是从根本上，中国政府是想要从根本上，从它的背景，从它的根上，消除西藏文化的基础，而且西藏孩子都要进行中文的教育，进行童话的教育。答我在认讲，中国对着新疆的压制措施也捌伫个西藏执行过，少数民族的人权是愈来愈歹，即阵更加烦恼是传统文化也慢慢遭到消灭。记者综合报道。体大大车饼，伫咧世界12强野球赛投出身价26岁台湾投手江少庆，确定新球季和美国一棒底特律老虎队拍小联盟的契约，佮附带大联盟的春训。江少庆就讲，虽讲日本这棒嘛提出袂歹合约，毋过上尾伊选老虎队，就是希望会使留伫美国拼起哩大联盟。世界12强棒球赛后，江少庆再度徛起哩投手棒。投起来却是轻松真济，原来这是高中母校高保高商的奥比赛。12强的队友陈冠宇、王伟成甲王柏荣，几位学长甲同学也拢来啊。加上分散伫中职甲业余的选手，大家探讨奥比赛联络感情，了解近况。尤其江少庆12强了后，就咧找要去的所在，确定加盟底特律老虎队，大家拢真为欢喜。都有跟经纪公司讨论，然后还有10几支球队在关注，其实都有好有坏啦。只是自己的还想给自己一次机会，回去美国再拼看看。伫美国职棒点了8年，一直都无缘登上大联盟，要靠小联盟合约拼出头。江少庆就爱伫春训提出好成绩。伫日本王佩阳，这个球季表现不如预期。新球季8号将为99号改为今年为后退休，名册留旅手田中贤介的3号，可见火腿球团重视的程度。因为今年是很好的一个收获嘛，不管是场内或是场外，都是很棒的一个经验。那就希望能够带到明年来，那更加的怎么样，在球场上更加努力。高中同学的2个人各自伫美国职棒甲日本职棒打拼，面对新球季，希望以健康的身体、上好的状况来迎接挑战。记者综合报道。明仔载天气是好也是歹，听你定预报你就知。北部地区16度到21度。中部地区17度到27度，
南部地区18度到30度，东部地区18度到26度，离岛地区14度到22度。新闻最后，带恁来巴西行行看看咧。感谢您收看今仔日的 AM 新闻，我是李婷，咱再会。Thank you.